各位晚安，一啲關於 AI 嘅報導。由 OpenAI 前首席科學家伊利亞創辦嘅 Safe Super Intelligence 宣布同輝達達成長期戰略合作。輝達將投資 SSI 更加獲得輝達下一代 Vera Rubin 超級晶片平台嘅優先使用權，預計算力可以提升一個數量級。分析認為，此舉顯示輝達正透過資本與算力資源全面鎖定前沿人工智能研究機構。輝達同微軟宣布聯合 SpaceX、IBM、Palantir 等20多家企業，成立開放人工智能安全聯盟，共同開發開源 AI 安全工具。聯盟係回應早前 OpenAI 模型失控攻擊 Hugging Face 嘅事件，強調開放工具對防範前沿模型攻擊嘅必要性。值得注意嘅係 ，OpenAI、Google 同埋 Anthropic 三大 AI 龍頭均未加入該聯盟。阿里巴巴今日推出智能辦公產品千問辦公，並且展開測試，整合3款 AI 智能體，可執行多步驟任務，並且交付簡報、文件及試算表。內測顯示7分鐘可以生成12頁財報簡報，數據準確且圖表可編輯。產品支援接入釘釘及飛書，個人版月費78蚊人民幣起。彭博行業研究數據顯示，今年6月中國人工智能模型同美國模型嘅性能差距縮小到6%，創歷史新低。中國模型更加係 LiveBench 排行榜佔據2個前10席位。分析指出，中國 AI 追趕速度正在加快，但美國仍然保持整體領先優勢。歐洲嘅調查發現，多個主流 AI 聊天機械人正引用嚟自歐盟制裁嘅俄羅斯媒體內容，包括散播有關烏克蘭戰事嘅虛假資訊。研究人員警告，混合戰爭正演變為爭奪大型語言模型影響力嘅新戰場。AI 已經成為資訊戰嘅最新前線。歡迎點讚同埋 subscribe，我哋下次再見。